兵馬俑，古代神奇軍隊嘅秘密。你可曾經喺電視或者博物館裏面見過一排排整齊、表情各異嘅泥塑軍隊？呢個就係兵馬俑。佢哋係2000幾年前秦始皇陵墓裏邊嘅守護者，每一個士兵、馬匹同戰車都好似細細嘅戰士，默默守護住皇帝嘅陵墓。今日我哋就一齊行入兵馬俑嘅秘密世界，睇下古人係點樣用泥土創造出呢一支神奇軍隊㗎喇。點解要有兵馬俑？喺古代，中國人相信人死後仲會有來世。陵墓就好似通向另一個世界嘅大門，所以秦始皇命令工匠們製作兵馬俑，作為佢嘅隨身保鏢，守護佢嘅靈魂。兵馬俑被放喺地下坑道裏，排列得整整齊齊，好似一支真實嘅軍隊。除咗保護，兵馬俑仲能夠展示秦朝強大嘅軍事實力，令到人們知道秦始皇係一位幾咁厲害嘅統治者。